项手术程序是这样的：在正式进行堕胎手术的前一天晚上，一个叫做 laminarium 的东西会被放入子宫颈中。laminarium 是一种海草，它遇到水分会在晚上膨胀起来，随着它膨胀的同时，将子宫颈撑开。当第二天早上这个妇女被送入手术室，并且在全身麻醉的时候，她的子宫颈已经张开了一部分。接着这个器械要被放入子宫颈部分，把子宫颈撑得很开，然后再使用这种器械让子宫颈完全张开来。它会刺破羊膜，使羊水流出来。接下来使用这种大嘴的钳子，它可以在子宫内找到胎儿，再把胎儿夹碎掉，并且拉出来。病人正在准备接受堕胎手术。这是胎儿内视镜，它是一种光学纤维仪器，我们借由它来观察这个血淋淋的堕胎过程。这是前背，注意透明皮肤下的血管分布。这是手，还有手指。这一团蓝色的管状物就是脐带，它是胎儿连接到母体的生命线。这是一个男孩，有一只耳朵已经长出来了。我们知道，在怀孕的后期，胎儿对声音会有反应。这是鼻子，这是嘴巴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家伙正在吞羊水。这是眉毛，眼睛仍然是闭着的。这些是堕胎所使用的器具。几分钟之后，这些器具就要无情地夺走这个小男孩的生命。子宫颈已经张开到足够的程度，羊水也已经破了，脐带也已经剪断了。现在这器械正在将胎儿的生命线扯离他的身体，然后堕胎医师将钳子伸进子宫内来肢解胎儿。